台中市全力协助青年就业，是分3阶段，甲中央甲市府就业的工具甲津贴调整升级，要协助青年伫台中定居生活。 真侪位学校毕业的少年仔，拄到头一个关卡，就是要找找家己适合的工课。为着要帮助少年仔赶紧找到出路，台中市劳工局伫咧今年推出升级版本的授级方案，还有 AI 虚拟面试系统、AR 面试穿搭系统，以及搭配征才活动的企业说明会，都是113年新增的服务措施。市府劳工局讲，为着协助青年定经伫咧台中顺利找到脱路，来提供积极的诊断，佮教你辨识的撇步。那社会局对弱势青年的一些能够培力脱贫、解决或者是预防因为贫穷而带来的相关问题，希望经发局继续做好企业协助，共同提升台中的经济发展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